家好，呢本書叫《雞蛋哥哥》。雞蛋哥哥，哎呀，好危險啊！我要避開啲石頭行啊！早晨媽媽，早晨雞蛋哥哥，你要長大啦！媽媽話，佢話雞蛋哥哥話而家就好啦。早晨弟弟，早晨雞蛋哥哥。每一次見到雞蛋哥哥就會企喺度，企雞蛋哥哥嘅背上。佢最中意就係佢媽媽，如果想好眼瞓，佢就瞓喺媽媽嘅床上。例如可以玩好得意嘅嘢啦，可以匿喺牛嘅鼻哥度，狗嘅尾巴度，羊嘅身體度，可以兔仔嘅耳朵度，全部都係最好搞笑嘅玩嗰啲嘢啊！佢最中意就係浮喺水面，佢可以浮幾個小時㗎。最驚最害怕就係烏鴉先生，你快啲長大啦！我幫你搣咗個殼啦！咕咕，佢就走到豬個鼻哥，佢成日都一知，佢就感覺，哎呀，呢一個鼻哥好嚇啊！知，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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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！雞蛋哥哥企喺度之前，佢就聽到奇怪嘅聲音，佢就見到，佢就睇下後邊，原來個雞蛋殼裂咗，佢就個夜晚唔瞓覺，直接喺度坐低。另一個朝早咗，原來已經爛咗啦個雞蛋殼。早晨媽媽，早晨雞蛋哥哥，你好似長大咗啦，媽咪話。早晨雞蛋，早晨弟弟，早晨雞蛋哥哥，你好似好叻仔呀！佢去水面，佢睇佢個樣啫，而家好靚返啦，多謝。